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6月15號星期日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話題呢，同大家平日生活都息息相關喎。講緊呢係網購平台，亦都競爭係推出相關優惠啦。咁而面對住618呢個所謂購物節呢，我留意到內地嘅京東啦，以至係香港嘅 HKTV Mall 呢，最近喺個競爭白熱化之下呢，大家都不約而同推出咗一個銷售策略。講緊係同內地同價喎，呢個影響呢，我覺得都相當之深遠，亦都見到坊間少比較討論呢個話題。咁但係其實背後反映嘅就係香港變成內地城市，同內地同城化嗰個趨勢呢，可能會越嚟越明顯啦。咁以往我哋香港人北上消費，加劇咗兩地之間嘅往來。咁但係而家呢，面對住內地嘅電商嘅一哥京東落嚟香港拓展市場，推出咗呢個同內地同價嘅策略呢，無疑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發展。呢個對香港嘅零售市場，以至係未來 HKTV Mall，甚至係兩地香港人同內地人嘅互相往來呢，可能都有好大影響啊！咁想逐步同大家講下。咁我留意到啦，京東嘅香港嘅負責人啦，講緊係叫楊肯啦，最近接受有線新聞嘅訪問啦，提到香港零售市場呢，雖然係面對住競爭經濟唔好嘅情況，咁而消費者呢亦都更加着眼於價格嘅優勢。咁而佢講到呢，喺京東嘅平台呢，香港用戶呢係享受到嘅價格呢係同國內用戶係一模一樣㗎。呢個呢係京東嘅競爭優點。而佢哋2個月前呢，喺柴灣開放咗一個自動化嘅物流揀貨中心，亦都提升咗物流嘅效率，可以喺價格上呢係提供更大嘅優勢。咁呢個同內地同價呢個策略呢，顯然就係其實係面對住港人北上消費成風啦。而家要對住點樣去保呢個零售業嘅競爭優勢呢，似乎去到同內地同價呢，已經係一個最後殺着啦。咁呢個其實同我哋之前都分享過兩餸飯嘅例子呢，都係有啲不約而同噶。兩餸飯背後嗰個優勢，講緊呢幾年由200幾間增加到600幾間，其實背後當然都係一個消費降級嘅情況。咁呢個呢，無疑都係因為經濟不景啦，加上係港人北上消費呢，令到零售業特別係呢啲食肆呢，面對嘅競爭呢係越嚟越大。咁唯有呢係推出一啲兩餸飯呢，係將個價錢成本壓到最低，既唔使攞煮食嘅食物牌照，攞一個所謂細牌，只係一個翻熱嘅一個食物牌照，甚至乎好多呢連座位都唔提供啦。咁變相呢係將個經營成本降到最低，只係需要幾個會北送嘅姐姐啦，加埋收銀啦，已經係可以成功開業。咁而背後涉及嘅租金，因為店鋪面積較細啦，甚至乎如果冇堂食呢，可以將個租金成本壓到最低。喺咁嘅情況下，其實兩餸飯背後可能講緊30幾蚊已經一個兩餸飯，基本上自己煮都唔能夠可以煮到咁平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對住呢個所謂北上消費降級嘅情況呢，做嘅一個商家嘅策略。而家話同內地同價呢，顯然亦都係面對住北上消費呢一個最後殺着，就係將嗰個成本呢係壓到最低。咁因為同內地同價，咁你變相甚至乎唔需要去內地購物啦，或者係淘寶而家呢，我理解都可以係包郵到港嘅，買滿一定嘅消費金額。咁呢個亦都係，但係即係以京東嗰個策略，內地同價呢，因為佢既有香港嘅退貨服務，而買啲電器呢亦都有維修保養。呢個呢，比起淘寶包郵到港呢個競爭優勢呢，顯然係更加強。以京東一個咁大嘅購物網購平台呢，佢提供嘅貨品好多都係百家電啦，香港人熟悉嘅牌子啦。咁相信呢個呢，同內地同價呢個競爭優勢呢，會係京東呢喺香港拓展市場呢一個好重要嘅發展策略。而呢個呢，對香港嘅零售商呢，更加係幾乎係完全無還手之力啦。咁我哋見到呢，所以王維基嘅 HKTV Mall 而家亦都
佢嘅母公司係香港科技探索啦，亦都面對住京東呢個咁重錘嘅一個最後殺着呢，亦都被逼呢係而家要同內地接入呢個內地商家引入嘅內地嘅貨品呢，係新增咗一個叫淘寶直送嘅接入口。咁基本上呢個版面都係用簡體字㗎啦，而且呢亦都標榜住同內地同價，亦都包括咗呢由內地包運包送到香港。基本上係根據平台嘅資料呢，貨品呢係內地版嘅平衡進口，會同內地呢同時顯示人民幣同港幣嘅換算價錢。咁呢個呢顯然就係因為面對住京東一個咁強嘅一個內地同價嘅銷售策略呢，王維基嘅 HKTV Mall 呢亦都不得不喺價格上呢做出一個讓步，係提供一個同內地同價嘅一個競爭策略。咁但係無疑啦，HKTV Mall 而家同內地嗰內地商家嘅合作數字呢係遠不及京東㗎。講緊呢，而家佢只不過係同150間內地嘅商戶合作，同內地同價。咁基本上提供嘅貨品呢都係得萬幾萬6種。咁呢個呢顯然同京東一個咁龐大嘅網購平台基本上以本傷人㗎啦。咁 HKTV Mall 呢其實都係一個捱打嘅狀態。咁我哋睇翻 HKTV Mall 舊年嘅業績咧，雖然係轉型為虧，咁但係單計佢本身嘅網購平台咧，仍然係有錢賺嘅。咁但係個毛利咧，顯然係面對住京東嗰個策略咧，其實已經係進一步蠶食。根據京東嘅資料咧，佢哋嚟自港澳嘅銷售額咧，已經最新咧係急升咗2倍啦。咁呢個我哋見到咧，HKTV Mall 最新公布嘅 GMV 商品嘅交易訂單總額咧係按年咧係跌咗5.9%，咁你見到咧，無疑係亦都面對住京東呢啲大網購平台嘅競爭咧，對 HKTV Mall 咧係造成好大嘅影響。咁呢個咧亦都係不得不令王維基咧，其實而家咧亦都早前係公開講過啦。面對住呢啲內地大嘅電商平台競爭咧，令到香港嘅零售業咧係面對住一個危危地嘅狀態。我哋留意翻香港嘅零售銷售已經係連跌咗14個月啦。最新個跌幅雖然稍為收窄，但係我認為咧，單睇跌幅唔足夠啊。最重要其實係睇個零售嘅總值金額，講緊呢係再次跌穿300億呢個水平。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相當危險嘅信號。我哋過去喺香港2018年前呢，講緊個銷售額有400-500億㗎，而家你降到咧得返300億樓下，基本上咧都係僧多粥少，個競爭咧只會係越嚟越激烈。呢個對香港嘅商家、零售商，無論食肆、小店鋪，甚至乎一啲大型嘅零售商咧，其實都係陷入一個捱打嘅狀態。大家喺香港都會感受到啦，香港嘅營商成本，無論係租金、人工，都比內地咧係高出好一大截㗎。講緊內地嘅人工可能只係香港嘅1/3，租金咧可能更加只係1/4，甚至係1/5。咁但係而家內地推出呢個所謂同內地同價嘅一個銷售策略，對香港嘅零售商嚟講呢，無疑都係一個最後嘅一個打擊啦。咁基本上係完全冇還手之力㗎。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成日講當價格趨同嘅時候，我哋嘅人工租金係咪都會同樣面對住呢個狀況呢？其實呢個對香港一般市民嚟講呢，都係一個好值得關注嘅警號。咁但係我哋留意我哋嘅政府官員啦，包括特首李家超最近接受電子媒體訪問啦，講到零售業，佢自己都承認啊，見到係市面上多咗店鋪關門啦，亦都冇再提出咧佢之前話執10間開16間啦。不過佢今次形容啦，本港經濟而家係既睇樹木，亦都要睇森林，因為似乎市面上雖然多咗店鋪關門啦，但係亦都有新店開張嘅，形容呢係森林中嘅樹木增加。香港市場仍然有得做嘅，不過咧零售業就要面對住自身嘅挑戰，係有新經營者進駐香港，需要加強咧自己嘅優勢。咁呢個咧其實都係將個責任咧係再次推卸翻喺商家身上。咁但係我哋其實都講咗唔止一次啦。而家香港零售業面對嗰個困境係唔係週期性，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啊嘛。你成日將個問題只係歸咎香港商家，
周期性嘅問題，商家會明白容易處理。香港人呢啲其實見慣風浪，點會未見過呢啲起起落落啊？但係而家我哋面對嘅係一個結構性所謂同城化嘅一個趨勢，呢個呢係香港商家呢基本上完全冇辦法招架㗎。我留意到香港嘅智庫袁彌昌呢，上星期喺明報呢都撰寫一篇文章，講緊呢係港深同城化嘅現狀同埋啟示，咁亦都比較咗呢而家香港同深圳之間呢兩個市場出現嘅一啲唔同嘅狀況。呢個呢，其實係我覺得值得係大家呢係好好留意呢篇文章。佢特別提到啦，最近譬如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呢，係多次南下深圳接見港澳嘅人士。呢個其實都背後標榜咗呢，而家深圳呢，其實已經係喺嗰個香港同深圳之間一個主客地位呢，已經基本上係扭轉咗。基本上而家呢，深圳呢先至係一個主為主嘅一個地位。咁特別係呢，如果喺香港嘅商界，大家喺有深圳同香港嘅 office 嘅時候呢，而家好多情況呢，如果係要開會嘅話呢，其實會揀嘅地方呢，反而會揀咗喺深圳開會，香港人北上同內地嘅同事開會。咁呢個呢，其實都背後反映緊呢，深圳而家開始係變成一個主導嘅情況。咁呢個呢，係似乎係成為咗一個更加大嘅趨勢。佢更加提出咗啦，對中央嚟講呢，而家一國兩制呢，可能已經係逐漸係被深圳一體兩制呢個概念進一步突出嚟啦。因為一體兩制啦，咁基本上就係既立足喺一國，亦都充分吸收咗兩制嘅優勢，咁創造出呢一套新嘅經驗同模式，顯示出呢係強大嘅政策能力同競爭力。相反，香港講咗幾十年嘅一國兩制呢，佢認為講穿咗呢，只係社會主義國家之下一個資本主義嘅城市，只係因循住守舊住一種資本主義嘅制度，只係停留咗喺50年不變嘅思維，從來呢都冇試過呢係真正將兩個制度呢真正融合埋喺一齊，因此呢係冇辦法進入一個更加高層次嘅概念。咁相反呢，喺一個所謂一體兩制嘅情況下呢，令到深圳呢係更加突出、更加有創造力，無論喺創科啦、喺營商啦，以至近期大家北上消費呢，都應該體驗到呢深圳而家嗰個生活質素，無論居住、消費、飲食，都完全呢係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咁而家我哋見到特區政府只係將呢個港深同城化呢個問題呢係完全低估咗，只係將個問題呢定性為港人北上消費嘅熱潮，但係冇真正認知到呢而家深圳其實反客為主，已經係基本上係主導咗兩個城市之間嘅地位。呢個同城化嘅趨勢呢，未來如果係繼續發展，加上香港又話要發展北部都會區，只係會加快呢個同城化融合嗰個概念。咁但係如果香港喺個制度上，加上我哋嘅官員仍然係唔能夠係感受到或者係留意到呢個同城化嗰個趨勢，而令到香港呢，無論喺政策上以至係制度上呢，繼續輸俾深圳呢，其實呢個恐怕呢，先至係香港未來呢真正最大嘅一個結構性隱憂，而呢個呢，係官員呢基本上都冇辦法 say no 嘅，只係能夠呢係接受中央嘅安排。呢個呢，係令人呢係真正擔心嘅地方。好啦，今集時間我哋講到呢度，希望大家中意我嘅節目內容。未 like 嘅朋友，希望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聽日再會。